大家好，我係4號候選人李慧瓊。九龍中區九龍城黃大仙有好多貧困人口，如果要處理扶貧，最實際係幫佢哋揾到嘢做，確保佢哋嘅就業機會有得到優先保障。近日落社區有好多嘅工友同我講，係擔心自己份工冇咗，人工低咗，所以我係會繼續促請政府係做到真正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優先，嚴格打擊黑工。我哋知道確實有啲行業咧係人手不足，所以過去政府有政策輸入一啲勞工，但係我哋係時候咧要有調整，亦都咧要真正做到讓到香港嘅勞工就業優先。所有係有輸入外勞嘅行業，如果有市民你哋係想揾工，勞工處係要做配對嘅工作。我哋為咗打擊黑工，亦都約見保安局，要求佢定期要巡查，不能讓非法嘅黑工喺香港肆無忌憚搶咗我哋工友嘅工作。另外好多基層嘅家庭，佢哋最擔心係醫病貴，所以我哋要增加門診同埋夜診嘅服務。而家新收費底下，有部分嘅市民擔心負擔唔起，所以我哋要增加豁免嘅範圍，讓到長期病患唔使擔心睇病太貴，可以安心就醫。呢個係更需要嘅扶貧，更精準嘅扶貧，讓到我哋九龍中區，特別係基層嘅社區，佢哋住喺劏房、住喺屋邨，都係生活得更好。